看大使馆谁来接你？就得跟前人带着你过去。你们给大使馆打电话了？是给大使馆打电话了呀？没打电话，大使馆就得跟前的人警察带着你过去。你们必须得回去，这个怎么办？没什么问题啊。我们倒是从来长时间也不让我们开支，也现在单位也不是公司是什么公司？老板在这，老板在这。哦，老板是哪个是老板？我。你是老板，怎么回事呢？现在是啥呀？我们现在正开条子跟甲方谈，你给那单子拿车上那个。就是我们跟比利古路的公司签的合同，我们也是分包，有一个大包方，就是5层1节，5层1节呢，现在5层盖完了，工人就是停了9分钟，10天左右。甲方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现场项目经理还没签字，签完字就是说本来说这个礼拜要给货，这个礼拜你这样吧，你欠他们多少钱？100多万。100多万啊！你当他面说给不给？给呀，那肯定给。这样啊，他说好了。最多记录在案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在这个地方不经过允许在这集会是违反蒙古法律，知不知道？蒙古的警察完全可以把你抓起来，懂不懂？你们是中国人，我们也没记住。你告诉你们来之前你们应该自己搞清楚咋回事，好不好？你别跟我多说，这个老板已经说了要给你们钱，这个你们都白纸黑字他说了，好不好？说完了以后他要履行，他不履行。法律追究他的责任，把他抓起来，好不好？你们在这儿搞过了，法律要抓你，懂了吗？工友们，你们要搞清楚这个情况啊，好不好？你别给我讲那么多，听我讲，你不要说了，你的情况我都知道，好不好？你们在这儿集会，这是非法的，蒙古警察任何时候可以把你们抓到监狱里，懂不懂？好不好？你们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解决你们的问题，好吗？该怎么办怎么办啊？你们自己决定。好不好？哎，我就问一下，你不要问，有人来处理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们先回家。والله ثاني تجيبوني他们的丢那个startup farm要你们咱们回国就完事儿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是我刚才也跟他说着吧，可能待10天左右了，现在就他一个人字没签，对不对呀？你说这闹事，万一你说出点事咋闹？我都没法交代这玩意儿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为啥他不签字呢？不是，昨天他喝多了，现场的就他自个儿今天答应了给签，你知道吧？甲方老板昨天也说了，说只要你给这单子递上来，钱就给拨到账户，也就礼拜1、2的事儿，知道吧？原来他们塔吊啊是没有那个证明，非得让给您证明给拿来，知道吧？就这么回事。每年88钱这么清，今天为啥钱这么不中？拿来了对，合同签的是5层1节，对吧？甲方的事我们也没办法。这要说钱到我们手了，没给你们开，你们爱找闹找闹，钱没到你头，所以我们让别人没到。现在这还在验，你要说干，咱们就说行，都干，干完了干的，咱们回国就完事儿了。那天我也说了，来一回战出来谁也不容易，给钱拿到手，对吧？多少都给你补点，剩下就回国就完事儿了。干就干，不干也没办法。那2年那个这咋样？没了，变现就这2天这个肯定是不对。2年待着以前那个。